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7月1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7篇，阿摩司书第5章第1到第9节，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到4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山羊与绵羊。以色列人其实是一个游牧民族，在游牧民族的文化里面，他们在自己所放牧的羊群里面，通常是以经济价值高的绵羊为主。但是呢，在羊群当中，他们会加入一定数量的几只山羊。到了羊群回到羊圈，或是要宰杀之地的时候呢，牧羊人就要把这2种羊给分别出来。根据圣经撒迦利亚第10章的经文告诉我们，第3节说，我上主万军的统帅对这些牧者发怒，要刑罚那些领头的。我要看顾我的羊群犹大家，让他变作勇猛的战马。在这个地方所指的羊群中的领头羊，其实指的就是公山羊。和合本的圣经翻译这样说，我的怒气要向牧人发作，我必惩罚公山羊，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，就是犹大家，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。而今天的经文，马太福音第25章31到33节这样说道：在人子作王，天使跟他一起临到的时候，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，地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。他要把他们分为2群，好像牧羊人从山羊当中把绵羊分别出来一样。他要把绵羊放在右边，山羊放在左边。从实际的牧羊生活里面，圣经用来作为比喻。羊群指的是以色列人，或是说蒙召受差遣的基督徒。在一个信仰群体里面当中，这个山羊呢，所指的是那一些不遵守上帝诫命，去爱人、去爱仇敌的人们。因为这些人如同山羊在羊群当中代表那一些自以为是的领头羊，偏行己路，并且他们悖逆上帝的人们。山羊、公山羊这个词、这个字，不但是出现在撒迦利亚书，也出现在以西结书34章17到第19节。经文说，讲到我的羊群，我至高的上帝这样宣告，我要审判每一只羊，在公绵羊或是山羊的中间来主持公道。你们这些在青翠的草地上吃得肥肥的，想
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吗？你们竟然用脚践踏所剩的草，你们喝清净的水，竟然用脚把水给搅浊了。你们可以说，我和其他的羊怎样会吃你们所践踏的草，喝你们所舀浊的水呢？在上帝的眼中，在上帝的观点来看，山羊的确是用来比喻那些离经背道的人们。这些人通常是自以为是的人们，就如同圣经所记载的法利赛人、经学士以及祭司们。我们经常看到所读的上帝的话语，他们就是用来规范人，去要求别人。同样在羊群里面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及结局，这实在是值得我们被警醒的。先知阿摩司书第5章第1到第9节的标题是治愈以色列人，呼吁以色列人悔改。圣经说，以色列家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。以色列民原文是处女，跌倒不得再起，躺在地上无人搀扶。主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家的城发出1000兵的只剩100，发出100的只剩10个。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，你们要寻求我，就必存活。公山羊为了争取领导地位，时常会以羊角跟别的公羊互相斗殴。山羊也很喜欢铤而走险，走在树枝上，蹬上峭壁，做一些与绵羊完全不同的动作。绵羊呢，通常是指的群体当中的行动，他们慢慢的跟随牧羊人的脚步。因此圣经用来形容一群顺服上帝旨意以及带领的选民或是基督徒。试想，路加福音15章耶稣迷羊的比喻中，那只迷羊很有可能就是山羊，或是一只调皮不懂事的小羊。这一只迷羊因为自己铤而走险，然后自己就陷入了那个危险当中，但同时也是因为上帝的恩典、怜悯、慈爱与赦免，牧羊人上帝就放下了羊群，去寻找这一只失丧的羊。先知阿摩司这样说，要寻求耶和华，就必存活，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，在伯特利焚烧，无人扑灭。你们这使公平变为阴沉，将公义丢弃在地的，要寻求那造昂星和3星，使死荫变为晨光，使白昼变为黑夜，命海水来浇在地上，耶和华是他的名。
他使力强的忽遭灭亡，以致宝藏遭遇毁坏。因为如同马太福音第25章31到33节所说的，在最后的审判当中，将有山羊和绵羊来分开。按照他们过去所做的，是要审判他们。前几天我们也谈到了以色列人、犹太人以及其他许多的其他族裔，他们都欺压弱势者，因此他们会遭受到上帝的惩罚。但若是能够如同马太福音25章在34节到46节的经文所说，去爱人如己，去做在最小的人的身上的话，那就必能够得到上帝的赞美，得到上帝的赦免，得到上帝的恩福。即便是山羊，也能和绵一样蒙恩得福。诗篇第7篇，上主我的上帝啊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求你救我脱离追赶我的人，不让他们像狮子抓住我，把我撕成碎片，无人能够救援我。上主我的上帝啊，我若有什么不义，双手沾染罪污，对朋友恩将仇报，纵容无故的对我行凶的敌人，就让仇敌追赶我，擒获我，让他砍倒我，杀死我，使我倒闭在尘土中。上帝啊，求你奋起，在烈怒下打击我的仇敌，求你起来帮助我，因为正义是你的要求。愿万民都围绕着你，愿你掌权统治他们。上主啊，你要审判万民，求你宣判我无罪，因为我无辜。你是公义的上帝，你要审查人的心肠肺腑，求你阻止那邪恶者的恶行，奖赏广行善事的人。上帝是保护我的盾牌，他拯救胸怀正直的人。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，他日夜惩罚作恶的人。他们若不悔改，上帝要磨快他的剑。他弯弓搭箭，预备好致命的武器，要发射燃烧的箭。邪恶的人图谋恶事，他们知道纷扰，惯行欺诈。他们挖了坑，要陷害别人，自己反而掉了进去。他们要因为自己邪恶被惩罚，因自己的暴行受伤害。我要感谢上主的公义，我要颂扬至高者的尊名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成为羊群当中的绵羊，愿意回转，愿意跟随牧羊人的脚踪。求主帮助我们乐意成为弱势者的帮助，需要者的邻舍，成为人的祝福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